针对其他重要嘅消息来关心咧，水情唔理想，可比各冇任何嘅改善。经济普司讲，北中南部分地区可能年高配2月每到3月初实施天然界团嘅限水，用水大户来减少经济唔怕。另外，至少有台港业者抗议，缺水本田休耕完全冇补偿，生活未全问题。多亚下行喺冇乜嘅落雨，所以行喺鬼唔啦。經濟部長田正中喺立法院報告下講，也報嘅基金評估，新北市、桃園、新竹、苗栗、台中高屏一條所在，年高鐵要實施天然集團嘅限水，用水量1000噸以上嘅供應用戶，會減少供應5%嘅水量。可能在春節後2月下旬或者是3月上旬實施第2階段限水的措施。出台限水，經濟部每分批對用水超過1000磅嘅用戶加收後水費，按算會數6億到16億元。上水一年做得減數，最佳106年會實施。不過100減水強迫農民休減，就算農民會提出相關補貼方案，不過對象冇包含推廣業者，某條路還有300難辦推廣嘅長線空，唔定你哋按用嘅過下去。完全就收入就陷入困境了，就是一個公告說要休耕，然後補助對象是誰，就這樣子馬馬虎虎就打過了。農民會主委陳寶基本地委筆得，因神會查清楚推廣業者嘅損失。會不會補嘛？一句嘛？如果有影響，我們就補嘛。OK， 好，就簡單啦。面對67年來按天寒的一年，也拜政府先宣布休耕來調吐水源。不過休耕影響過大，唔單止係農民，相關嘅飼料、農業用嘅多嘅機器，推廣業咪受到影響。農民批評政府冇做好配套措施，怎麼變到按道理唔啲按用嘅事？下個新聞綜合報道。本人工作係前備志向嘅桃園市，上面係今年休耕面積生態嘅地區。天天時代嘅改變，本來用來灌溉同斷水嘅比塘，進到已經冇灌溉咧，轉型做用設也係休閒觀光。但是下冇水使用灌溉，農民希望石頭比塘嘅水來灌。主管機關3認為講，係講全港灌溉了後，為了使用水量更加大嘅時節又冇水。到時節可能連比塘都冇水使用，所以唔同意農民嘅提議。為到呢篇中用專業者接觸當年2月嘅時，用細水嘅名義同比塘水標配，你們讀到10年太旱，當到把比塘嘅農民講，你們係非常時期，希望水利會同業者使得體諒艱難，幫農民用比塘水灌溉。這個有些地方還是有水可以自己尋找那個自覓水源的部分希望這個政府可以放寬，讓我們這個自覓水源的可以有耕種的機會。就是那周邊的農民想說我們利用那個池塘的水要來復耕，因為不足，僅靠那個不足，因為就沒有水源來了。一個埤塘可以供應100公頃的稻作的話，結果上面的水庫沒有水再支援下來，這些水放出來的話，大概只能供應10公頃。那10公頃是哪些要優先呢？一起做，如果雨季來得慢的話，梅雨來得慢的話，事實上它就打地完就沒有水了。農民講，今年冇反對比塘平常時拿來做用設用，尤其農民同水利會做好用專業者嘅稅金來維護灌溉水土。桃園農田水利會講，遇到天然嘅唔同，都造可能是已經使唔得供水。那係清澈供水本人查到，我只有水利法律法。其實呢種嘅比塘本人學係按認為講也是可行的東西的，因為呢種人會記嘅租金。來租金，容易嘅租金來講，清水溝割草該條樹係冇只是說，你個鄉嘅啲一條架，你唔好讓個水坑卡死死。再來面地講一下講欠水咧，你唔好講用覆水嘅方法，讓個比塘水庫也變黑去。至於如果尤其在這個抗旱期，他如果擅自放水。不一樣，那我們這個非常嚴格的，就是最少罰款60到300萬。
水利会强调，比同树系民生救命用树，农委会只用下一摆姜毛后续个树年的理由还唔肯答应。基建使用救命树的农民讲，比同长期测到的问题无人管。那还是同内沙钦佩，比同树头抗旱的是唔单向民生使得用，连灌溉都拉。新医的嗰種嘅部分啦，亦都係南過每個啲話，那前提咯，本啲水種下都對我嚟講哦。大家咪做的，农民咪做的，共同的使用的比通的水源那边。鸡的严重性啊，每年都有办这个清淤的工程啊，所以这个各位农民朋友可以放心了啊，我们会逐年一直做这个清淤的工作啊。连曼头前是比同超过2000担，面积有2000万公顷，那係社好好利用同錢內沙。農民認為那係國家權益，但是實際本頭前的動物渡過難關。佢那希望政府針對農業用樹個使用較清楚到，本來在灌溉用的樹庫，比同用樹的樹權還本農民，冇特別見到的無樹，犧牲的體力做下係農民。卡新聞羅安泰頭前報道。